对，加油。对，你就这样搓嘛。我给这个绿色的给比比吧。哦，好的。那这个呢？给抹干了吧。好，那兔兔和这个都给 Junior 和抹干了，好不好？Junior 的，现在变成帕帕的了。女王多吃点。给2种或者1种肉。它只要有猫在，它就一下子就很有精神，像是小充电器的这种感觉一样的。有你呢，有多大的脚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它会和猫猫讲话呀，倾诉它现在的感觉啊，或者是它在和猫猫玩一个游戏呀，这种它会自言自语。爸爸，只有你一个人起床吗？它不能不摸猫，就它不能不和猫猫玩。每天这个就是它的一个routine， 甚至是一种条件反射了。我都得到第1。爸爸过来啦！我有一个蔬菜味的，这个是小芋泥，要珍惜哟。